国民党伫台北市第7选区立委的初选，徐巧芯是成功来拍败掉5连败立委费鸿泰，但是初选的过程，两个人是战到乌天暗地。讲有国民党的里长拍算要串联，要来启动费心计划，就是明年的选举，敢若挺总统，不爱挺立委，就是不爱挺徐巧芯。像信义区上有利的里长张海秋就真不满，伊讲徐巧芯平常时真少去国里行动，参一个服务处都无。伊讲41个里长，至少有20位真无欣赏徐巧芯的个性。徐巧芯安怎来背回咧？伊是提出着伊的相簿讲伊甲真侪里拢有合作来举办着里面的活动。讲初选的必选，伊会努力来弥补。嘛讲有真侪里长真加支持，伊嘛真感谢因的鼓励。某部分含泪投给徐巧芯啦。摕手机看内底相片，上有里长张海秋讲，伫咧和真侪里长食饭时，大家拢真不满徐巧芯初选的方式。当天我们在里长联谊会，那个党籍联谊会之后，大家都里长，大家每个也抱不平了，说大家真的是挺他挺不下去了。我要拜托市长规劝徐巧芯道德行为规范。台北市大家长出来主持公道，这件代志头尾就是费鸿泰徐巧芯伫咧占投票时，张海秋叫徐巧芯掠到里长包车去投票。那所以现在有很多里长要串联，并没有很多，主要就他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呐。对啊，一个人基本上应该不能用串联这个字。徐巧芯嘛摕家己活动宣传品，下靠真侪里办公室对咧做伙联名做活动，把这件代志摕来甲张海秋加断起，讲真侪里长伫咧年底选举内底未支持徐巧芯是无影的代志。因为我揭露了包车事件，导致他觉得他就非得支持许淑华不可的话，没关系啊，就是各自表述啊，就他有他的选择跟他的自由，他不是国民党的里长，他可以去支持许淑华。费鸿泰徐巧芯大战虽然已经结束，不过有里长讨厌伊的代志，敢若袂要紧收煞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